台湾国防部5日发布中共军机动态，指出共有19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据报道，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进行广播驱离和防空飞弹追踪监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对俄罗斯和中国导弹潜力和增加感到担忧。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朝鲜和伊朗等国也是核武器领域的参与者，这些国家违反了全球规则。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扎希德上周日在接受德国国片报采访时说，如果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阿富汗，将会受到热烈欢迎，我们会感到格外高兴。穆扎希德在采访中强调，希望获得德国的经济援助。他说，我们希望可以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获得德国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非政府组织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对成衣企业 Hugo Boss 和连锁超市 Lidl 等5家德国企业提出诉讼，指控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包庇东突厥省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并从中获益。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在一份声明中也指出，企业不能成为破坏国际法和其他践踏人权行为的帮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久福科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间隙告诉记者，未来往返中俄的飞机加油费用将用卢布或人民币结算，不再继续使用美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6日宣布正式启动双边本币结算机制。20国集团卫生部长于9月6日在罗马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罗马卫生条约，称 G20 成员国承诺共享科研资料，支持在2021年底之前为全球至少4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德国外交部宣布，他们掌握了可靠信息，即俄罗斯的军事外国情报是在9月26日举行的大选前针对政客发动袭击的幕后黑手。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萨尼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多哈会晤，双方讨论阿富汗的事态发展。